OK，第一條，我平時都係拍開陽光群島地鐵嗰啲嘅遊戲嘅，所以我未來嘅目標我都會整一個挑戰，就係陽光群島嘅挑戰，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，或者係一啲嘅任務嘅挑戰，去整好啲啦，係啊。跟住下條，你想要我答啲乜嘢啊？請問你問我啊？其實我最鍾意969、967同埋 BEP，因為其實有原因嘅。好啦，下一條啦。唉，你話500訂閱先至賺錢咧，得先算啦，有排啊！而家200訂閱都未到啊，唔好再講咁遠先啦，真係有排，1年都冇可能啦。繼續，理論上嚟講就唔會嘅，除非嗰個 YouTube 夾硬 ban 咗我啦。如果唔係點，我都唔會鏟咗個 YouTube 佢。OK，最後啦，我想講一樣嘢，因為之前都好多人話要我露面，幾時去到200訂閱我都會考慮下，一定會啊，應該係咁。好啦，咁今次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感謝收看200訂閱再 Q&A。